来看较轻松的新闻，全台湾上有钱的所在，真侪乡亲拢会感觉是台北市，因为其实是伫新竹市。财政部统计公告，去年综合所得税计算的结果，全台湾上好额的里是新竹市东区的关心里，平均所得374万7，毋若4连霸上好额。连这个中位数嘛，292万8，等于是呢上平均好额的双冠王。为县市来看，新竹市152万，应该是继续这个排全台冠军。新竹县139万5，是头一摆超过台北市，是排第2名。啊，台北市呢，伊133万2，是倒退到第3名。三步一点街，五步一关楼，新竹市的关心里大楼起甲一栋比一栋更加水，生活机能是真便利。可以代替新庄站行出来，就当看到往新竹科学园区的各式牌啊，沿关心路行，几分钟就当行到景致真水的小公园。边仔道几间一般敢若会出现伫咧相关地段，连锁有名的美食餐厅。这种含台北市信义区小巷的氛围的所在，就伫咧新竹市的关心里。疫情期间，其实各行各业大部分都是不好的，科技业这个是一枝独秀，反而是逆势上扬。园区工作的这些上班族的薪资反而是逆向成长，而且是大幅成长。伫科人的一线地，亲像关心路19巷，地无到200公尺到1400户，占关心里2/3的人口数。去年综合所得税统计数字是互人看到老会害。新竹市东区关心里平均所得374.7万，那是全台湾上有钱的里，阁是4连霸，连中位数嘛要300万，嘛是平均册上好业里摕到双冠军。那是用县市比来看，新竹市152万是全台湾冠军，新竹县139.5万，嘛是第一摆坐过天龙国台北市，台北市133.2万，退无到第3名。嘛，大家看到新竹人开钱的消费能力是不加缩拍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